好像有点立体感呢，画的好像立体感。据说50几岁的素人画家画的呢，荒谬星光里。哦，还有微型的天马。哦，大智慧字面厂赞助了。原来是有大智慧字面厂赞助。好用心啊！哦，明白，现在内容很丰富。好用心。是什么啊？石敢当吗？这是不是石敢当啊？这什么？石敢当就是守护、保护的神。石敢当，石头的石，勇敢的敢，当石敢当哦，可能是庙了，可能是那庙的正前方啊。庙哈对到那个这一家嘛哈，庙对过来刚好是这一家了嘛。还有放那个石敢当了哈，可能是保护一下，避免。哎呀，避免那个冲撞。啊，哎呀，那种墙还在的。